頭先講咗咁多啦，咁我唔知道大家心情會唔會覺得舒暢少少啦。但係以下落嚟咧，我就講一啲實質嘅點樣可以幫助你哋個 PR 咧，可以更加快捷去申請。咁何謂快捷？我永遠都覺得，首先最緊要做好咗自己先，做好咗自己，即係話你要確保，如果你未遞申請嘅話咧，你要確保你填寫準確啦，你嘅資料要齊備啦，你個時間要充足，唔好臨到最後一秒。因為咧有啲朋友啦，就係話自己嗰個 Open Work Permit 你個開放工簽已經就嚟到期啦，咁咧你就去申請嗰個 optional 嘅 Open Work Permit， 咁就好擔心唔知幾時批。咁尤其是呢啲咁嘅情況咧，我就會叫啲客咧預早咧走去準備資料啊，同埋去申請嘅。因為 IRCC 就好衰嘅，如果你有啲資料你填得唔齊啊，或者係錯咗嘅話咧，佢就成份彈翻轉頭，當你冇申請過，咁佢就話你 incomplete application，incomplete 咁佢彈翻轉頭咧，咁你就要再申請噶啦嘛，咁你到時可能就唔夠時間，就會冇咗個 maintain status 嘅可以繼續工作噶啦。咁好啦，下啲點樣可以叫做準確去申請咧？第一點就係話，大家要清楚你個申請次序啦。譬如有啲朋友就話佢要申請嗰個 optional 嘅 Open Work Permit， 咁你記住個先決條件係你要遞咗 PR 申請先，你唔好就去申請咗嗰個extend 你個 Open Work Permit 先至去申請呢個 PR， 咁呢個係先決條件嚟嘅。第二，你要知道你申請緊係乜嘢類別，因為我都知道啦，呢啲咁樣嘅 terms 好混淆啊，因為有朋友就話喂咩 OOWP 又 BOWP 又 OWP 究竟咩嚟嘅咧？其實我哋香港救生艇呢個措施係一個特殊措施，我哋底下批嘅俾你一個就係當你遞咗 PR 申請。佢又知道你審批要好耐㗎嘛，咁佢等咯，等嘅時間你要去做嘢喎，咁你做嘢佢就會俾一個 optional 嘅 Open Work Permit， 因為有啲人唔需要啊，即係我都唔使做咁，係嘛？咁所以你要 optional 嘅 Open Work Permit 咧就係 OOWP。最後啦就係OOWP 嘅申請啦，咁我見到網上面坊間咧或者都流傳好多資料啦，咁大家知道就係如果你個申請表咧一定要註明自己申請嘅 Hong Kong OWP 啦，即係香港嘅 Open Work Permit。同埋咧，要註明你自己已經遞交咗 PR 嘅申請，因為好似我頭先咁講咧，個程序好緊要。你唔係申請咗 PR 咧，你係冇資格申請呢個 optional 嘅 Open Work Permit 嘅。到最後提早準備申請文件，因為咧其實你申請 PR 咧，無論邊個類型都好啦，都係有好多文件咧，你要遞上去支持你嘅申請嘅。咁譬如話婚姻狀況，如果你係結咗婚有結婚證書嘅，當然就係好簡單直接，咁你就遞張結婚證書啦。咁但係如果你係同居伴侶嘅話咧，大家就要做一張要填一張表啦，就叫做 IMM 5409，係一個 Declaration of Common Law Union。呢個係需要宣誓。咁如果我嘅客經我做申請啦，我都可以幫佢做宣誓啦。咁語言考試個有效期只係2年，係由考試日至到你申請嗰時咧，起碼即係一定要有2年有效期。咁如果大家就嚟過期啊，或者過咗期咧，一定要再去補考啦。Stream A 咁大家都知道啦，你要交畢業證書或者文憑啦，或者同埋 full transcript 嘅，係同埋 full transcript。Stream B 咧，僱主嗰個證明信咧 ，IRCC 係有好仔細嘅規格嘅，咁大家就要留意你個僱主俾你個證明信。係咪就咁求其撩2句咧？裏面有冇佢要求嘅資料咧？咁如果唔係又彈翻轉頭，同埋你要加糧單啊，或者係報稅表啊咁樣啦。好啦，之後講下呢個良民證，因為佢要嘅良民證咧，就係要18歲以後，你連續住超過6個月嘅國家咧，你都要申請良民證嘅。咁有啲朋友可能之前係去喺長期喺譬如話中國內地工作。又或者你去過外國度讀書，讀咗2年，咁你一定要申請嗰個國家嘅良民證。某一啲國家申請係需要好耐嘅，香港咧就叫做 OK 嘅，就唔算好耐嘅。同埋香港咧有一樣嘢好咧，就係因為有好多 Stream AB 嘅朋友問我，咁佢哋好擔心，喂，咁我咪要翻香港去輪候去申請呢一個無犯罪記錄，即係良民證啦。咁係唔需要嘅，你可以喺加拿大申請嘅。
咁咧，你首先咧就要去皇家騎警 RCMP 個辦事處嗰度咧 book 一個 slot， 就去打手指模。打完手指模咧，你就儲埋佢，填好晒喺香港警察嗰個網頁裏邊有嘅表格，填好晒。佢有啲好 detail 嘅 checklist 嘅，咁你可以跟住嚟做啦。然後當你收到IRCC 發信話要求你咧遞交呢個無犯罪記錄咧，你先至可以將成 pack 嘢連埋嗰封 IRCC 嘅要求信咧，就寄去香港警察嗰度。咁香港警察佢處理呢一個良民證嘅申請咧，由佢接到你嗰份嘢之後咧，到佢處理完咧，大約係需要4個禮拜左右啦。咁就唔加郵遞時間，所以我建議就係話，如果你要郵遞翻去咧，即係我就會用速遞咯，因為起碼你仲可以追蹤你嗰個 status。最後就係如果大家過去5年咧曾經驗身，即係做過移民驗身啊，就可以提交呢個 IME 號碼啦，咁就可以豁免再驗身嘅，有可能可以豁免啦。